放下自尊骄傲的心情，我都要归向你。当我祈祷的时，我切切恳求你，你手所做的，超过我心所求。当我祈祷的时，你赐开来勇气，安慰鼓扶持，予忧伤变成欢喜。当我是一个软弱的心，我要完全我靠你，令你主爱成就来扶持，因怎保护我骗你？当我祈祷的时，我切切恳求你，你手所做的，超过我心所求。当我祈祷的时，你赐开来勇气，安慰鼓扶持，予忧伤变成欢喜。当我祈祷的时，我切切恳求你，你手所做的，超过我心所求。当我祈祷的时，你赐开来勇气，安慰鼓扶持，予忧伤变成欢喜。首先，咱来为着过去这个日子所拄到的每一项代志来献上感谢，嘛为着咱所经过的代志有得罪上帝，甚至是得罪人、得罪家己的，咱嘛献上来祈祷。咱来先来读咱的诗篇136篇30到第50，咱同齐来读来。就感谢万主的主，伊的慈爱永远存续，只有伊最奇妙大事，伊的慈爱永远存续。伊用智慧创造天，伊的慈爱永远存续。上主啊，你若会记得人的罪过，主啊，什么人撇袂掉？总是你会赦免人，互人通敬畏你。咱为了拄啊所讲的，咱献上感谢，那么为了咱所做的来主来认罪祈祷，咱三角开喙来感谢，嘛来祈祷。现在来拜上帝给你的祝福，祝你的面对教会正经的代志，祝你来教会的路，我们教会真对一个受你祝福的路，教会叫你受你的灵兵和稳定，伫阮面前为你做的有强逼，你的教会来到你的面前，替我的罪，都要得到你满满的祝福和稳定，互阮真多他信心的有人，他信心的维护。弟妹上帝，阮感谢你，你教是阮讲凡事爱感谢，爱感恩。主，阮感谢你，引带阮过去的日子所拄到的、所经过的大大小小，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阮拢献上感谢。因为这中间拢为主你教示阮，要守住阮的功课，要互阮的灵命得到成长。主，阮感谢你圣神大大赏赐。拜上帝，阮也恳求你圣神来赦免阮。伫过去的中间，阮检查心智的软弱，阮肉体软弱，比较有做出无下主你旨意的，有犯罪的，阮将这的罪过拢摆伫你面前，求主圣神你的保护来压榨，来洗清阮，互阮的心精灵搁一遍勇行，会当清气，有当有气力，徛伫主你的面前，继续来跑走天路。阮献上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继续医治甲讨放，咱又安来读主的话。上主是伊主民的贵力，是伊选立的王得救的避难所。求你解救你的子民，
赐福做你产业的子民，求你做因的牧者，永远扶持因。咱邀请主耶稣成做你灵魂、思想、情感、意志甲身体的主，将你的挂虑、将你的忧闷交予主。你若感觉有身躯边疼的，你下你换手下你的无爽快的所在，咱来开医院，将这的病痛、将这的挂虑拢交托予主，咱医院开声来祈祷。主啊，爸爸兄弟，感谢你，互阮有生命，有当喘气，当伫清早时来求你在我的需要。求主你来医治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的身心灵有欠缺有需要的，拢会当用你的圣手来医治因，互得到完全，得到医好。欠咱的，我求主你来真做当帮助人的人，求主你来诉阮困难，互阮会当真做兄弟姊妹的扶持，会当来帮助因。求你诉阮智慧了困难，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你来拯救。创造生命的主啊，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你是创造阮生命、阮肉体的主。主，你知影阮每一个人、每一位兄弟的身心灵的状况。主啊，阮身躯边疼的每一位拢交托伫你的手里。恳求主，你医治的大气力临到，你医治的气力透过医生、透过医疗团队的治疗，互因的身体的病痛得到勇行，得到恢复健康。心情爽享的主你的话真做因的帮衬，真做因治，互因的医治，互因的身心灵拢搁一遍勇行。故阮将每一位兄弟拢交托伫你的手里，恳求主大大赐福医治，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咱为了今仔日礼拜来守望，来咱三个来读主的话，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要信上帝有存在，搁信伊话互找求伊的人，得到报赏。咱为了牧者，今仔日咱邀请林波所必修牧师，伊嘛是咱的小会议长来主持咱的圣礼典。咱恳求主圣神来保守来带领，嘛为了咱的中职团队，甲咱所有的同工，各项的服侍，求主你圣神来稳固，求主圣神来掌权来带领，特别嘛为了咱聘牧的事工，求上帝来引带，亲自来引带，咱聘牧的事工会当顺利来找到下主旨意的牧者来带领教会头前的脚步。咱三个为了这个来祈祷。爸爸兄弟，感谢你，互阮伫你的服侍中间，做这同工来真做你的帮助。中职团队拢有助你所享受的力量，也亏咱甲关系，会当为咱当心来的心意，主愿得到伊，最会为主耶稣基督最刚最好的见证，来利益正人，恳求主你亲自来稳固帮助，伫阮所要做这个事工顶面，老主你圣神来引带，主你满满的祝福，伫阮的中间，互阮的教会当真做合一。引带带领的主阿爸爸上帝，阮献上感谢甲恳求。主，阮感谢你，搁一遍引带阮来到圣殿，甲主你三个来坐倒。主，阮来感谢你引带必修牧师来到教会来引带阮，要来领圣餐，要来透过伊的讲道来开听主你的话语，互阮的灵命得到帮助。主，阮也恳求你圣神来赐福伫所有的同工、中职、小组长，每一位拢有同心合意，为了主你的事工来服侍主。求上帝圣神你来引带带领，主你做阮的主，做阮的头，阮也将教会聘牧的事工交托伫主上帝你的手里。恳求主你亲自来带领引带竞选下主你旨意适合主你的教会的牧者来引带教会头前的路。阮恳求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好，
咱继续为了咱家己，拄我讲着为咱邻做伙解，然后为了本会咱聘报小组，而且为了圣礼典，下晡有迄个花卉，造景小组定期会，甲过来即个拜六，嘛是有圣礼典，咱为了这来祈祷，而且嘛为传道部，求上帝祝福全体同工，心灵勇壮，灵命成长，求主来带领保守。带领新年度的时光会当顺利，成做福音的出口，会当永成育人。求主上帝来感动会友，会当尽心尽力为主做工，来起造基督的教会。咱为了这来献上祈祷。主，我搁叫你来引带伫阮的教会，无论是阮的聘牧，是阮各部的事工，我拢搁叫做你亲自来带领。叫做你来保守透过伫下晡花卉做小组定期会，做你来带领引带，保守透过传道部组员同工，我当你着做你祝福，灵命你着成长，做你智慧。听堂的主，阮感谢你，你的慈爱无限。阮实在无法度用言语来表示阮的感谢。主上帝，阮恳求你圣神大大来看顾阮每一位兄弟，互阮每一位兄弟心灵拢勇壮，灵魂体拢形成。保守传道部所有的同工，每一位同工拢会尽心尽力来服侍主，来成做福音的出口。阮恳求上帝圣神你大大祝福带领，阮安尼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最后，咱嘛用主祷文，咱三角开喙来祈祷讲：愿伫天你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我的日子今仔日还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恁遮的囝啊，着听老爸的教示，着注意来得到明理，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予恁，毋通气煞我的法度。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27首，我主上帝，请会众起立，咱来吟全首。我主上帝，我心就着荣耀，你的成就所做一切工程，看见是神，搁听见雷的响声，有着充满你奇妙的工程，我心出声。我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我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真我了解，上帝无小伊生命。切来世间，替人类献生命，伫世界顶，甘愿替小咱罪过，流血惨死，予我通伫
生活。我心出声，路上的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路上的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主要过来，扫甲的声地大大，叫我回去，天家快乐无限。我要虔诚，谦卑跪落来敬拜，保佑上帝，我主你真伟大。我心出声，路上的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路上的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请咱同心来祈祷。至尊至高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是阮生命甲一切的源头。伫过去一年，你保守阮的日子有够野用的恩典。想思你的百姓有五谷新酒，有米粮甲葡萄园。我要伫新的一年的开始，孝顺你对阮的听。因带阮到伫有橄榄油、老年甲蜜的地。我要因为你的大作为来称赞阿罗你的圣名。但我要用健全、顺服的心来敬拜你，因为信靠你的人要得到福气，直到永世代的山岭、极头的边界。伫听你的话、修改面去行的人，主你应允要有极大的祝福临到伫阮。主啊，阮也要感谢你，互阮有福分，而通伫今主日甲主你来同坐倒。我要谦卑认罪，用悔改的心来归向你，摒空阮家己来跟对主，将新酒缀伫新的皮囊，伫基督的内面完全来解救换新。也求主，互阮的行大四正无歪错，有好的见证来荣耀主的名。主啊，但愿恳求你赐福阮的兄弟，伫新的一年出日拢会当平安。家庭、事业、心灵拢有主的保守，也求你坚固阮的信仰，互阮持守对上主有信。透过主你话语的教示，时常用信心来守阮所信的道理，经历主所为阮备办生命的丰富，互阮会当遵照永无改变的愿望，有主赏赐属灵的智慧，互阮伫逐项代志富足。口才、知识拢交备，为主征战好的征战，也仰望主圣神的引带，勇敢向前，头前所踩标来迈进，也会当行出主基督的仁爱，常常学习主的样相甲教示，听阮的厝边亲像家己。我靠主行出诚实、通敬、公义、清洁的真理，来影响阮的社会。主啊，求你恩典赐福满满，掌权伫阮迦南教会。阮相信伫新的一年，主要来成就新的事。教会要有更较侪新的同工受感动、受呼召来参与伫主的事工，也要有新的慕道友受洗，成做主的学生。求主互阮有新的看见来扩展阮的教会，有新的目标来带领会友，以及新的意向来受装备。成做主忠心的奴仆，一生为主做工传福音。阮日日伫主的面前，要成做熬结果子的树枝，基督的精兵，教会的石盘，来完成主所交代阮的大使命。恳求主即时圣神降临，感动今主日林牧师所要透放主的话语甲信息，互阮会当明白真理，成做阮生活的准绳甲帮赞。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求主怜悯，
会长请坐。咱即时要来交通启应文，启应文第10篇，也就是诗篇第27篇，伫圣诗的后面。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我会晓着惊啥人？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我会晓着惊啥人？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因拢会跋倒失败，虽然大军扎营包围，我的心也袂惊吓。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游玩安稳自在，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一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阳光，追求伊的指示。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伊会保护我，互我捌伫伊的厝内，伊会甲我放伫石板顶，互我的头摇悬，超过包围我的对敌。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我要唱歌学乐上主，上主啊，我求救的声求你听，求你怜悯我，应答我，你对我讲，就来调见我。上主啊，我来调见你，求你唔通黄面唔插我，求你毋通受气赶你的奴仆，你一直是我的帮赞。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唔通拒绝我，放杀我。我的父母若气杀我，上主嘛一定会收留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因为对敌在长担。求你带我行伫平坦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因为因用为情恐吓我。我亲信一项事，要我的是我会享受上主的恩惠，就信靠上主，就勇敢壮大，这声就就信靠上上主主。。这是要请圣歌队来献诗，所要念的诗歌是《我心学乐上帝》。
咱只是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利希米记第1章第1节到第3节。利希米记第1章第1节到第3节，现着我来读。下面是哈加利亚的囝利希米的话：阿达西西做波斯皇帝第20年，基数6月。 我伫波斯的京城苏珊，有一日，我一个兄弟汉拿尼，甲几啊个对犹大来的人来找我。我对因探听遐个流放巴比伦倒转去的犹太人，甲耶路撒冷的情形，因甲我讲，遐个流放倒转去的人，伫犹大省遐拄着大灾难，受凌辱。 搁耶路撒冷的城墙受拆毁，城门互火烧去。咱搁来看第2位的圣经，伫尼希米记第2章第17节到18节。第17节，后来我甲因讲，咱所拄着的灾难，耶路撒冷安怎趴荒，城门互火烧去，恁拢有看到。来。 咱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才免咱搁受凌辱。我搁甲因讲，我的上帝的手安怎帮助我？甲王对我讲甚物话？因就讲，咱起来重建。对安尼，因坚强起来，做即个好的工程。咱来看第3位的圣经，伫第3章第1节到第2节。 第1节，迄时大祭司以利亚实，甲伊的同事起来重建油门，安门线，将门圣化归上主。因搁起城墙到汉米亚楼，甲汉南亚楼，将伊圣化归上主。接续起造的是亚利哥人，接续因的是因利的囝撒克。 以上，今主日，咱邀请林碧秀牧师来讲道。林牧师是宏运教会的主任牧师，也是咱嘉南教会现任的小会议长。今早起，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唔通失去你的时刻，唔通失去你的时刻。平安。 等到咱的中间特别感觉非常的温暖，看到侪侪过去所熟悉同工甲兄弟，总是嘛有侪侪兄弟是我第一届见面的，总是会特别感觉温暖，是因为伫1997年的时阵，我受咱嘉南教会派伫宏教会来开拓宏教会，所以无拍算伫20几年了后受中会传派，会当等到咱的中间。 伫遮来担任小会议长，虽然有淡薄袂惯势，有一个爱适应的所在，总是也感谢主，一个同工来帮助我。我也希望咱的兄弟嘛会当帮助我，会当更加了解咱的教会，会当互咱继续伫即个所在来起造上帝教会。今仔日是2004年的第1主日，对咱来讲是一个新的开始。 对咱过去伫遮服侍牧者来讲，嘛是一个新的宣教的开始。所以咱带着互相祝福的心，来展开另外一个新的旅程。也希望咱继续伫即个所在甲主同工。当咱见面的时阵，咱会当互相分享咱伫无共所在的服侍的美好，来见证上帝信息甲美善。所以今早起咱要通过这段圣经，咱三个来思考。 唔通失去你的时刻。英国的首相丘吉尔伊捌安尼讲，伊讲每一个人的生命拢有一个特殊的时刻，这个人就是为着这个时刻来生。伊一旦掠掉这个时刻，就会达成使命。这个使命独伊有资格来承担。伫迄个时阵，伊感觉伟大，这是伊上美好的时刻。咱若针对丘吉尔伊所讲的即句话，咱来看去。过去圣经内底，互咱看见
历史的中间，咱看见约瑟伊拯救伊的家族，咱看见摩西带领一切的人出埃及，约书亚带领一切的人来进入迦南地，上时以斯帖也拯救犹太民族。所以咱看见上帝伫因的心上，拢有一个特别的时刻，总是因拢会当来掠条这个重要的时刻，来完成上帝的使命。犹太人因为背弃上帝，被掠到伫巴比伦有70年久的时间，后来波斯来打败巴比伦了后，就开放鼓励犹太人转到耶路撒冷来重新起造圣殿。咱若对圣经历史中间，咱会当知影。拢总有3遍被掠归回。今仔日咱所看的这段圣经内底是记载伫主前444年，上帝伫迄个特别的时刻兴起尼希米，然后伫亚达薛西王伊当阵做伊的首相的时阵，受上帝呼召，要转到耶路撒冷来带领百姓来起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咱看见这是上帝伫伊身上特别的时刻。总是伊是毋是伊无失落上帝予伊的时刻，来完成上帝予伊的使命。总是咱要对尼希米的信上来看见咱要怎样对伊学习伫上帝予伊特别的时刻的中间，伊会当来完成上帝的使命。我想今仔日咱会当三甲做伙伫上帝伊的教会伫遮来甲主同工来服侍，这嘛是上帝予咱特别的时刻。总是愿通过尼希米伊怎样来完成上帝所交托伊的使命，也会当帮助咱，互咱甲主同工来继续来向另外一个新的开始。咱看见上帝互咱有使命，总是咱无失落上帝互咱的时刻。咱对尼希米来看见第一真重要的代志，就是伊有看见迄个需要。这个需要是用上帝国的需要来做伊的价值。所以伫亚达薛西伫做王20年的时阵，圣经甲咱讲，有一天伊有一个兄弟对叫做哈拿尼，以及几个犹太人来这个波斯的行城苏珊来找伊的时阵，圣经甲咱讲，尼希米就主动来问来探听遐个流放巴比伦倒转去犹太人甲耶路撒冷的情形。圣经甲咱讲，当伊安尼问的时阵，这人甲因讲。遐个流放倒转去的人，伫犹太省伫遐拄着大灾难，受凌辱，搁耶路撒冷的城墙受拆毁，城门互火来烧去。圣经甲咱讲，尼希米伫这中间看见对耶路撒冷来的兄弟，伊伫遐甲伊讲，我探听，和本的圣经讲，我问。咱看伊这个我探听，我问代表尼希米的关心。总是尼希米是伫这个苏珊的城的所在，总是咱看见伊问关心的是耶路撒冷的代志。伊虽然徛起伫一个真繁华的所在，总是伊心内所想的是远远的耶路撒冷，伊的心是甲耶路撒冷来连做伙。所以对尼希米来讲，其实迄个时阵伊的工作、伊的事业应该是非常的好。总是迄个时阵，若要转去来起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的时阵，除了食苦以外，除了行真远的路以外，甚至也有可能会拄到侪的危险。对伊来讲，用家己的思考来讲，对伊来讲无甚物款的好处。总是伊无失落上帝予伊的时刻。伫遮甲咱讲起一个真要紧的代志，就是当咱伫做任何的代志，咱若对这个代志对咱有甚物款的好处，咱会当对着啥物来去考虑的时阵，那咧咱就会发现，真个代志咱就毋免做。总是尼希米甲咱，互咱看见伊无安尼。那咧到底尼希米的负担是对倒落来呢？咱看见尼希米的负担是伫对上帝遐领受来。伊知影上帝伫以色列百姓的计划，所以伊将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计划诚侪伊的信念。所以尼希米真清楚知影，伊是上帝的奴仆。伊要紧的是注意的是上帝，伊注意的到底是啥物？所以伫迄个要紧的时刻，伊就启动上帝予伊身上的使命。伊离开迄个属世的所在，伊先求上帝国甲上帝义。咱看见伊用上帝国
来角度来看伊的人生，咱伊就超越伊的眼光。伊所伫意的，毋是家己的前途、未来甲好处，是将上帝国、上帝旨意放伫伊人生的第一位。所以，当咱有看见上帝国的需要的时阵，咱才有可能无失落上帝互咱的时刻。第二，咱看见尼米伫即个过程的中间，伊甲伊所拄着的问题，甲上帝讲，互咱看见伊对开始到完成的时阵，伊能用祈祷来成做伊服侍的开始。伫第4节到第6节的所在，伊伫遐讲：我听见这话就坐落来，啼哭，哀伤几若日，伫天顶的上帝面前敬正祈祷讲：上主伫天顶至大通敬畏的上帝啊！你对遐个听你、守你、遵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是仁爱。恳求你暗耳孔听，开目睭看。听你的奴仆即阵为着以色列人每日伫你面前的祈祷，任愿以色列人背叛你的罪，我甲阮祖先拢有罪。所以咱看伫即段祈祷的中间，咱看见伊伫向上帝来认罪，求上帝毋通袂记伫过去伊怎样来以色列百姓所失落的救赎。然后咱来看见对第8节到第10节的所在。伊通过祈祷来表达伊对上帝信靠。伊安尼祈祷讲：求你纪念所吩咐你奴仆摩西话，讲恁若犯罪，我就将恁分散伫万民中；但恁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恁被赶散的人虽然伫天涯，我也要对遐将因来聚集转来，带到我所选择立我做的名的所在。这拢是你的奴仆，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的气力甲大能的手所救赎的。所以通过尼米的祈祷，互咱看见伊表达对上帝的信靠。咱也然后看见，当伊开始来带领这个人来起造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的时阵，因拄着侪侪民族的攻击，甚至得到因的这个踢笑。总是咱看见尼米伊用的方法，就是不断来到伫上帝面前来祈祷。譬如讲，因拄着参巴拉甲多比亚伫起造城墙开始时阵，伫遐来笑因的时阵，伊甲上帝讲：我祈祷讲，阮的上帝求你听，因为阮互人笑，求你互因对阮的侮辱归伫因身上，互因诚侪战利品受掠去外国。所以咱看见。尼米用祈祷来做伊服侍一个真重要的开始。咱看见伊的祈祷，毋只是认罪，毋只是信靠，伊的祈祷也是有一段持续的一个时间。特别咱看见第1节的所在，第1章第1节讲尼米对亚达西斯王基述流嘅这个所在，一直到祈祷伫第2章第1节所在讲到伫尼撒月这个所在。咱若从这时间来看的时阵，拢总有5个月的时间。总是咱看见尼米甲这个登到伫耶路撒冷的这个百姓，因用52天的时间就甲城墙来修建好势。咱看见伊的祈祷的时间比伊工作的时间搁较久。伊先祈祷才工作，伊工作的根基是甚物？咱看见尼米工作根基是用伊。建立伫伊的骹头母，毋是伫伊的手。所以咱看见尼米，伊伫要完成上帝所交托伊使命的时阵，伊是汉尼委身倚靠持续，用祈祷来做伊服侍的开始。所以当尼米拄着攻击阻挡的时阵，伊随时向上帝来呼求，祈祷诚侪伊上界自然的反应，也诚侪伊困难的所在，也诚侪伊的倚靠。上时也诚侪伊面对压力的一个出口的一个所在，所以这是咱看见伊会当完成上帝予伊的时刻，第2真要紧的代志。第3，咱看见伊之所以会当来完成上帝予伊伫迄个重要的时刻，完成上帝予伊的使命，是因为伊对上帝有真正的认捌，而这个对上帝真正的认捌，就诚侪伊无惊吓，伊有勇气甲气力的原因。咱看见伊所认捌的上帝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咱来看伫第1章的第5节的所在，伊伫遐讲上主
伫天顶至大通行位的上帝，你对遐个听你、遵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是仁爱。所以尼米用三个无共款的称呼来描写伊对上帝的认捌。伊讲上帝是天顶的上帝，是大通行位的上帝，是守约是仁爱的上帝。所以咱看见伊通过对上帝无共款的表达，伫咧甲咱看见伊对上帝有真正的了解。这个了解毋是停留伫伊的头壳顶，是伊的经历去经验到上帝大的快乐甲体会。所以因为伊对上帝的了解，所以伊当伊要去转到伫耶路撒冷来修建城墙的时阵，对上帝认捌就诚侪伊无惊吓的原因，也诚侪伊有勇气甲快乐的源头。所以咱看见尼米伫当咱百姓修建城墙的中间，尼米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伫第4章14节的所在，伊伫遐讲着为记得主是大通行位的上帝。伊讲着会记得主是大通行位的上帝。那何不的圣经讲要记得，当然这个会记得，伊的意思是讲爱会记得，爱放伫咱的心内。尼米是安那，伊会安尼来提醒，尼米知影咱真正会真容易来袂记得。所以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拄着问题的时阵，有当时亲像大的海涌临到的时阵，有时阵咱会惊吓，只看到问题以及甲困难。总是当咱只有看到问题甲困难的时阵，那安尼咱的对敌就故意将这个问题甲困难甲冲突过度放大，互咱袂当来面对，那安尼伊就赢了。总是先甲咱讲，咱的上帝是更较大的上帝。尼米甲咱讲，咱就爱知影，爱将咱的主，记得咱的主是大通行位的上帝，爱会记得，爱将咱的主放伫咱的心内。尼米也这百姓讲，伊讲上帝是为咱征战的上帝。所以当上帝是为咱征战的上帝的时阵，那呢咱就无有拍袂败的对敌。因为无人会当来赢过上帝，那安尼咱就无惊吓，会当继续来行落去。所以这是尼米会当来完成上帝予伊的使命，这是第三个真重要的学习。第四，伫尼米中间，互咱看见，当咱要去完成上帝的使命的时阵，尼米也互咱学习到爱有好的准备。先甲咱讲，伊安静来转到伫耶路撒冷的所在，伫遐来考察当时的情形。所以咱看见一个人的负担有偌尔真实，就会当带出偌尔大的效果。所以伫第2章11节的所在，伫遐甲咱讲，伊讲尼米转到伫耶路撒冷的所在，伫遐3天的时间。伊讲后来我半暝起来，有几个人甲我做伙出去，我的上帝感动我的心，要为耶路撒冷做的事，我拢无甲人讲。那伫第2章11节到15节所在，伊伫遐讲起，伊怎样将耶路撒冷迄所在拢甲行一遍，伫遐去了解当时的情形。咱看见好的准备是行动的基本的工作。所以尼米去考察耶路撒冷，伊就按伊的这个行程，按照这个次序来描写耶路撒冷的实际情形。所以咱要完成上帝予咱的使命的时阵，其实尼米也提醒咱爱有好的准备，咱爱好好去了解咱现今所拄着的情景。第5项，咱看见尼米当伊真清楚了解，看见这个需要，伊用祈祷来做开始。同时伊也对上帝有好的认捌，伊也有好的准备的时阵，伊就传达去做的意向。所以圣经甲咱讲，第2章17节的所在，当尼米了解耶路撒冷的情形了后，伊马上就推动修建城墙的计划。伊呼吁这犹太百姓应该用国家甲民族为重，所以伊发出同心来去做城墙的挑战。伊对因讲，伊讲咱所拄着的灾难，耶路撒冷安怎样趴远，城门互火烧去，恁拢有看到。来，咱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才袂
咱阁受凌辱。所以咱看伊利米对因讲，来伊讲恁拢看见，即个看见，咱也对当时的希伯来文的即个动词的时态来讲，伊所强调的是一个伫进行中，而且是拄开始看见，一直保持所看见的状态。就是讲耶路撒冷所拄着这个问题，是因对过去到现在所共同所看见的，所以伊就呼吁因讲来，咱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来才袂阁受到凌辱。所以利未真清楚甲因百姓讲，要怎样来改变，要怎样来达成这个目标，就是重建城墙无阁来受到凌辱。所以利未上时要求因讲爱做出一个改变，从这个改变的中间，利未嘛甲因有侪鼓励。伊第2章的20节讲，天顶的上帝要互阮行通，咱做以罗卜的爱起来起做。利未当当时的百姓讲，这个修建的工程是真大的工程，总是无得惊，因为成败拢掌握伫上帝手中。因为伊对因讲，真正的胜败拢全在伫上帝。所以当咱若知影讲真正的胜败拢在伫上帝时阵，其实咱只要专注心伫一项代志，就是完成上帝所交托互咱的工作就好。其他伊就当放手，互上帝来做主。所以当伊来传达这个去做的异象了后，圣经甲咱讲，因就开始行动。那伊伫行动中间，互咱学习着讲咱就爱找着一面咱愿意委身的城墙。咱若看第利未记第3章，伊记载重建城墙的工程。咱看到第3章的时阵，咱会看到讲，哇，侪人名、侪地名城墙的这个描写。当咱看到这一阵，咱会感觉讲这实在是真对咱无啥物款的提起，会感觉讲真无聊，拢是看到侪人名甲地名。总是咱会当搁深入去看第3章的时阵，咱看见利未伫去做耶路撒冷城墙的中间，伊有真详细安排，以及侪人共同的合作的精神。所以咱若注意来看的时阵，咱会当看见伫第3章的中间，至少因有分做39个工作的小组，因用迄个逆时针的方向对油门开始起做，然后为油门来结束。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的所在，伊咧甲咱讲，迄个时阵大祭司以利亚实甲伊的同事起来重建的油门，安门线，将门圣化归上主。因个起城墙到哈米亚楼、哈兰叶楼，将伊圣化归上主。撰写起做的是亚利哥人，撰写因的是因利的囝沙克。咱若看起这段描写，伫遐甲咱讲起当时的大祭司甲当时的祭司，因做伙来带领这百姓来起做。咱若继续看的时阵，咱会看到第3章伫描写起做城墙的这个人，拢有逐款的人，总是虽然因无共款，拢无共款的背景，总是因诚侪一个团队。咱看见因人拢参与伫这个事工的中间。咱若对行政人员的祭司、管理工作的行政的官员，或者是族的族长，或者是住伫耶路撒冷以外的人，以及各种职业的人，甲住伫边缘的祭司，因拢为着上帝圣工来兴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伫即章内底一再伫强调讲刷接，拢总有31摆。伊即个刷接的意思就是无伫遐甲咱讲起，伫每一个被分配因拢要做无共款的段落，所以每一个段落甲每一个段落中间拢刷接伫遐来完成。所以伫遐中间甲咱看见，通过侪人的参与，伫遐来完成城墙的起造。特别咱若看见这个名单的时候，咱会看到讲，因拢毋是专业的建筑师。因有家己的专业，总是因拢无掠因毋是专业来做借口，因愿意来为耶路撒冷来起造城墙。圣经内底有记载，将这人的名记载伫这个第3章的所在。
总是咱对这个人咱无熟悉，咱对迄个所在咱嘛无什物款的了解。所以圣经甲这个名记伫内底，伫遐甲咱提醒一项代志，伫遐甲咱讲，咱可能毋知影伊的名，也毋知影因到底是甚物人。总是圣经将因记载伫圣经内底，伊伫遐甲咱讲起，伫上帝眼中每一个参与来伫起造的人，上帝绝对袂记伫，上帝拢会纪念，上帝也看做重要。所以咱看见尼米通过这几项的准备，咱看见伊就带领这个百姓伫52天的中间来完成城墙的起造。圣经甲咱讲当伊完成城墙起造的时阵，伊伫遐讲，阮四围列国遐对敌听到就拢惊，感觉闹开见笑，因为因拢在这个工程为当完成，是出伫上帝的帮赞。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看见上帝呼召尼米伫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坏、城门互火烧的时阵，上帝予伊一个真重要的时刻，总是伊通过拄则咱所分享这几项学习，伊登到伫耶路撒冷来完成上帝予伊的使命。对尼米来讲，原来工作事业是真好，当去造城墙除了爱去承受侪的问题甲困难以外，对伊来讲并无甚物款的好处。当时亲像咱拄则所分享的，如果伊若只有考虑到有甚物款的好处，伊会当得到啥物，那咧真侪代志拢毋免做。总是伫上帝主权内底，尼米换地毋是为着要做纠正。即甲咱讲，纠正毋是伊的人生的目标，纠正是只不过上帝为着迄个时阵所要完成的需要来做有限的一个安排。咱若对这个角度来看的时阵，其实对咱来讲，咱换地也是上帝按照伊的主权，为着要完成上帝国的计划所做精心的安排。那亲像我底界来问这个以斯帖的时阵，讲你为当做王后，减毋是为着今仔日这个危机嘛？话本来圣经讲，减毋知你得到王后的位分，毋是为着现金的机会嘛？上帝今仔日带领咱伫教堂教会，其实咱有无共款的积分，减毋是为着今仔日这个机会嘛？所以愿主帮助咱，互咱伫这个重要的时刻，上帝呼召咱，互咱也愿意来回应上帝的呼召，用上帝国来做咱的意念，来完成上帝旨意，来成就咱人生的目标。会当互上帝国来引带咱的人生。伫第四世界大战的时阵，有一个天主教的教堂外口有一个耶稣的像，当这个像被毁坏，总是毁坏了后，伫战后，大家伫想讲，这个像是毋是会阁重新互伊起造起来？总是这个天主教堂会当讲无甲这个耶稣的像重新来恢复，总是伫这个被毁坏像的下面放一个牌仔，伊讲你就是耶稣的手，你就是耶稣的骹。今仔日咱就是耶稣的手，耶稣的骹，要继续来接受耶稣伫地上所要传的福音，会当互上帝国伫遮来得到建立。所以愿主帮助咱，通过尼米的所做，互咱上伫这个时刻，会当来把握上帝对咱互咱的使命，会当来互咱甲主同工，会当来起造上帝伊的教会。咱做伙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你带领阮，将阮带领伫你所设立的教会中间。虽然阮有无共款的积分，总是阮知，阮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来完成上帝你所交托的使命。主，阮将你所建立的教会，以及你所选调的同工兄弟，奉献伫你的面前，求你使用阮。互阮伫你所看重的这个时刻，互阮来领受，互阮来回应，用行动参与伫上帝你的国的起造。我伫你面前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咱这个时阵，咱要来举行长老奉立甲就任的这个就任式，咱要来唱圣诗443首，第1站甲第2站。愿大基主圣殿，每行就一个殿，罗布阳敬基主面前，一世罪里罪业，愿主修赎在灵，何以成的顺境，爱人温柔的人生，心都靠你造就。各位亲爱兄弟，这条小会奉圣父、圣子、圣神的名，组织要奉立黄家心做教会长老。伫旧约时代有长老、祭司甲利未人3甲同工来管理圣殿甲会堂。伫新约时代也设立智慧的长老来甲侍奉上帝话的牧师3甲管顾伊的教会。长老的职分是要甲牧师治理教会，访问身躯欠安的，鼓励灵心的，教育少年的，引带求道的，造就信徒的信仰，做信徒的模样。若受交代，通代表同会、副总会、中会，都无教会发展。所以这时阵，咱要来请嘉心长老来誓约。你要领受长老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召命也无？你有接受新约甲旧约圣经是上帝话，做你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也无？你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也无？你着欢喜做迦南东会长老，是着忠诚尽职服侍教会，遵服基督做教会头，协助牧师治理教会来荣光上帝。你有诚心遵这个意思来行也无？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话，你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也无？这个时阵要请咱的兄弟起立来誓约。恁一直经黄家心来做恁的长老，恁有诚实欢喜接纳伊也无？依照法度治理教会，恁着欢喜承受来顺探，恁约要安尼行也无？恁着敬爱伊、体贴伊、替伊祈祷，伊为着恁的信仰生活着磨，爱恁得着救，恁着帮赞伊，互伊靠会尽做长老的本分，恁约要安尼行也无？关系保持教会的特殊，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毋通四界报扬，致到妨害大局。恁约要安尼行也无？会友请坐，咱要来为家属长老来奉立长老的祈祷。请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上帝，阮感谢你伫万难中拣选咱甲你同工，互有限的人参与你无限永远的圣工，互有侪人有份伫至圣荣耀的圣职。主啊，这是何等的荣光！主啊，这个时阵，家心长老跪落伫你的面前，搁一摆甲主你立约，奉献伊家己，求主成全你的旨意。通过你罗布的换手祈祷，奉立伊做
长老来照顾你的羊群。主啊，求你的神来扶持伊、引带伊、帮助伊，来尽忠对你天理的呼召的职分。求你甲伊同工，互伊的气力来做你好的采用，互伊会晓得工作中仰望你，对你的模样来引带你的羊群。愿恳求你也赏赐伊有智慧，通知影羊群的欠缺甲需要，及时来帮助，互伊所牧养的羊群常常伫青翠的草坡得到饱足，伫清气的溪水得到止大，伫凉冷的树林得到安息。主啊，愿你将你牧者的心甲样式放伫伊的心内，常常照着上帝你的真理来牧养伫你的教会甲羊群。愿伫你面前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请起立。这个时阵来宣告，我奉耶稣基督名，以及台湾基督徒教会嘉南东会小会宽别，设立你做嘉南东会长老来协助牧师，线通知互这个信徒知，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你，但圣神设立你做长老，就照顾上帝羊群，来监督伊。毋通出伫勉强，是着尽欢喜的意思，做羊群的模样。阿免。咱请咱的小会员来接纳来恭喜，咱请咱的小会员。咱也常常为着咱的长老来祈祷，互因伫办理教会逐项的事奉，拢有主的引带甲帮助。现在现在咱即条要来领受主的圣餐，请咱三个来吟圣诗356首，第1节甲第4节，来准备咱的心。主，我的救quân愛記你的名，對面受聖餐來甲你撒親，眼見過相處，去掉你仁愛。將一切憂傷交託你手來，不給你因我落寞幫讚，今後我救主，就為你平安。主啊，之母靈，我就寂寞意，只可你歸來，我就多謝你。伫主耶穌基督名，歡迎今仔上帝伊的教會陪產者，咱三個來領受主的聖餐。今仔來聽主耶穌對今仔歸應伊的人所講恩典的話。主講：我就是活命的餅，就阮我的人決斷袂枵，信我的人永遠袂喙焦，就阮我的人我決斷無去殺伊。願主耶穌基督恩典甲兄弟甲咱三個弟弟。請咱來聽主耶穌設立聖餐的話。
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耶巴传互恁，就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提饼，作写八语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今日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逐摆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因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会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要说，互人袂迄暝有提饼祝谢，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做伙三个来祈祷。主上帝，当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个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惠，对你的恩典得到帮赞，会通诚侪阮属灵的朋友，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姊妹，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逐摆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服侍的长老来帮咱来领受。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由咱拍破的，咱就今日来去念伊。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会所设立的。咱若大概啉的时，就今日来去念伊，咱做伙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平安甲恁伫地。咱做伙三个来祈祷。全能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朋友，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故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是真正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我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使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为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那以后会通荣光你。奉主耶稣基督名，阿免。